你们不觉得潇潇只要提到和某个人有关的东西，他一定会出现这个笑容吗？这采访冷不丁的提到小狗是温暖的时候，这个笑的牙不见眼啊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？小狗式的温暖，狗式的温暖，就像太监上的那个倾城一笑。那你和一博老师两个人分别最像角色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，或者是性格？跟他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吗？还有他每次出现这种害羞的笑容，也都是因为老王。我就猜到，他比我小大概6岁吧哈。收到一些喜欢的人的一些告白吧。这么娇羞的肖老师，只有在某人身边的时候才能看到哟。所以什么才是小狗式的温暖呀？那是因为有人在身边给了他同样的温暖呀。